在林里享受你的甜美，好似无尽的甘泉涌流我心扉。人生旅途中有你爱相随，生命之路点亮是因你光辉。主啊，有了你，人生何惧风雨？生命满奇迹，因你恩爱不渝。主啊，我在林里聆听你的声音，如同清晨的甘露从高天降临。你是我今生最大的福分，我的日日伤心皆因你喜悦。主啊，有了你，人生何惧风雨？生命满奇迹，因你恩爱不渝。弟兄姐妹早安，感谢主，让我们一早可以在这里读他的话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召聚我们来到你面前。人生有时会遇见风浪，当我们走到人的尽头，觉得走投无路时，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，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看见人的尽头就是你的起头。主啊，降服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路得记第3章中看见你那办法中的办法。求圣灵今天亲自成为我们的安慰与带领。孩子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路得记第3章阐述在人际关系与生活困境看似无路可走时，神如何透过波阿斯预备转机，展现办法中的办法。内容强调在绝望中寻求神，以顺服支取保护，并在尽本分后安息等候神的成就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。有一天，拿美对路得说，女儿，我必须替你找个丈夫，好使你有个归宿。记得波阿斯是我们的亲族吗？你曾经跟他的女工一起工作。听我说，今晚他会在禾场上播麦子，你去洗澡，擦点香水，穿上最好的衣服，然后到禾场去。但是不要让他知道你在那里，要等他吃完了喝够了，要看准他躺的地方，他睡着了你就去掀开被子，躺在他脚边，他会告诉你该做什么。路得回答，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于是路得到禾场去，照着她婆婆告诉他的做了。波阿斯吃完了喝够了，心情愉快，就到麦堆旁躺下睡了。路得悄悄地走了过去，掀开被子，躺在他脚边。到了半夜，波阿斯忽然醒了，转过身来，惊奇地发现有个女人睡在脚边，就问，你是谁？他说，先生，我是路得，你的婢女，你是我的至亲，有义务照顾我，请你娶我。波阿斯说，愿上主赐福给你。从前你对婆婆忠诚，现在你对已故丈夫的家族更忠诚。你大可以去找个年轻人，不管他有钱没钱，你却没有这样做。路得，不要担心，你要求什么我都会替你办到，因为城里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惠的女子。我的确是你的至亲，对你有义务，但是另有一个人比我更亲。今晚你就留在这里，明早我们看他愿不愿意对你尽至亲的义务。如果他愿意，那很好，如果他不愿意，我对着永生的上主发誓，我一定尽这个义务。
现在你只管躺下，留在这里直到天亮。路德就躺在他脚边，但天还没亮，人还辨认不出他的时候，他就起来，因为波阿斯不愿意人家知道有女子到河场来。波阿斯对他说，脱下你的披肩铺在这里，他照着做了。波阿斯倒了差不多20公斤的大麦在上面，帮他放在肩膀上，他就回城去了。他到家的时候，婆婆问他，怎么样啦，女儿？路德就把波阿斯为他所做的一切都告诉婆婆。路德说，他告诉我不可空手回到你这里来，所以给了我这么多麦子。拿俄美对他说，我的女儿不要急，你等着看这件事的发展。波阿斯今天不办妥这事是不会休息的。弟兄姐妹平安，人生常有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刻，生病找不出病因，家庭关系卡住，经济压力沉重，祷告很久，环境依然没有改变，我们常灰心说真的没有办法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人没有办法时，神仍然有办法。今天我们从路德记第3章一起来看办法中的办法。第一点，看似无路时，神仍然有路。在圣经1到5节当中，我们看到路德与拿俄米的处境其实很辛苦，丈夫过世，生活没有依靠，在当时的社会，寡妇生活并不容易，连下一餐在哪里都不知道。拿俄米心里想，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，使你享福吗？她开始思考还有没有出路。于是想到波阿斯是亲族，可能成为可以帮助路德的人。拿俄米并没有停留在绝望里，而是开始寻求神的道路。弟兄姐妹们，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，容易先放弃。有人找工作找很久，开始灰心；有人家庭有问题，觉得不可能改变；有人为孩子祷告多年，但是仍然没有看见果效。但是透过路德记提醒我们，人觉得没有路时，神仍然有路。也许神的时间还没有到，也许神已经在安排，只是我们还看不见。很多时候，神的恩典就在转角处。第二点，神的办法需要人的顺服。在圣经6到13节里面，拿俄米给路德一个方法，而路德必须选择顺服。他照着婆婆所说的去做，到波阿斯所在的打麦场。半夜波阿斯醒来，路德说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意思是请波阿斯照着亲属责任保护他。这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因为路德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，但是他愿意相信神，而波阿斯也很正直，愿意负责任，但也按照规矩来做事情。有时候我们希望神帮助，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踏出一步。想要成绩进步却不读书，想要改善关系却不愿意先低头，希望神开路却一直停在原地。神很多时候会给我们方向，但是需要我们愿意配合。就像农夫想收成，也需要先撒种。顺服是看见神办法的重要开始。第3点，尽本分后要学会等候。14到18节，我们看到波阿斯答应帮助路德，但是事情没有立刻完成，因为还有一位更近的亲属，所以必须要按照规矩处理。波阿斯说，我必为你尽了本分，然后送给路德约20公斤的大麦。最后拿俄米说了一句很宝贵的话，和本记载着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样成就。很多时候我们最难学的是等候，我们都希望今天祷告明天就成就，今天努力马上有结果，但是神的时间和我们想的不一样。有一位妈妈为孩子信主祷告10多年，一直没有结果。后来孩子因为人生低潮，重新回到教会，最后甚至受洗了。这时那位妈妈才明白，神不是没有做事，而是在按他的时间工作。有时候神的办法不是立刻解决，而是慢慢成就。我也分享最近自己的一个见证。上礼拜我要带我的孩子去国中的补习班旁听，
那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办法骑车，我必须要从家里叫车到国小接他，然后再去国中。但是因为礼拜三中午放学的时候很多人，我很担心我叫的那台车，我的孩子不认得，会找不到车子上车，我为此烦恼了好多天。感谢神，我还有一位神可以寻求，于是我祷告。到了当天，我叫了 Uber 之后，来的时候我吓了一跳，因为我叫了很多次的车，这次来的竟然是一台绿色的车，真是太奇妙了。于是我到国小接孩子的时候，孩子很快就找到我们的车，也就顺利上车了。感谢主，在我没有办法的时候，神总是有办法。今天我们从路得记第3章看见，第一，没有路时，神仍然有路；第二，神的办法需要人的顺服；第三，尽本分后要学会等候。弟兄姐妹，也许你现在正遇到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你可能觉得我真的想不到办法了，但是神透过路得记提醒我们，人的办法有限，神的办法无限。人的路会走完，但神永远有出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用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要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样成就。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个困难当中，我们能有一个简单的心，能有一个能听的耳，能够在我们的环境当中经历你奇妙的救赎，因为你是我们办法中的办法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主啊，我在林里高声呼唤你名，心比彩虹更